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武汉肺炎。即摆大家上关心的是北部一间病院发生着群聚感染，有7个人感染着。这个感染源也未确定。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讲，这个病院清查甲差不多了，但是第42例迄位陪病的家属有到外口的诊所去看医生，所以还阁确认是毋是有因为安尼疫情全拖到社区去。感染科的专家是讲，其实这个社区感染早就已经发生了。控制在相对的零星，然后不过我们也不会天真到就是说以为台湾就会这样子就会避过。面对疫情，真正变得上天真，因为国内确诊病例累积到42例，就算一再封止，那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做了上歹拍算，连感染科的专家嘛拢心内有数。大部分的专家都认为台湾是有社区感染。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得病是在家里，并不是在医院得到的嘛，这就是一种社区感染。再来呢，有些个案呢，其实已经追踪不到他的感染源了，那这个也是代表社区感染的情况已经在发生了。我想大家都承认说，台湾是有某种程度的社区感染在进行的。目前以来群聚感染已经有7个人确诊，但是感染源拢也未确定。嘛发现第42例50多岁女性陪病家属曾经意外就医，可能因此加做防疫漏洞。这种风险早就存在，因为这次病毒会有很多轻症跟无症状的感染者，那这些人院外就医一定是发生的啦，所以这些人在社区走动是一定免不了的，所以社区感染很难100%把它防堵，就这个原因。目前这件依赖群聚感染，病院内部初步清查完成，当利用病毒株基因定序厘清，搁再比对确诊者是毋是拢是同一种的病毒，除了把感染源头找出来，针对第42例院外就医的接触者，嘛持续追查，避免疫情大爆发。